秀文啊，我是讲你搁遐好哦，要调2个叫小来斗3工，啊结果咧？贵英姊啊，对时代袂对啊，搁做当迄几出的古册出。干嘛呢？啊，即摆是毋相信哟？哇，你2个拢免夹麦去呢，还是我写一撮恁台电话？这是甲桂英啊，甲袂比起啊。迄秀文阿讲哦，若要用香港价请伊去做小生呢。阮家条工讲的，咱3个哦，敢若亲姊妹共款，伊哪有可能甲咱等下做一走？桂英啊，这10工的戏啊，伊主动哦，甲介绍哦，降1/3呢。你做什么决定，贵英姊也一定支持。不过你了介绍接你10工的戏，你敢有去顾虑所有歌戏班的生存？真正哦，饲了气家暴地啦！过来，就我的哈，做出一份10分找不着的影子。这边记住，敬请期待公司第2台勇气佳作。